谢谢各位，我因为我最近人老了，都在家里写书，没有什么很少这个出门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么久还记得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中文的问题，我是专门研究中文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关于中文的问题，我可以我能够做到的，我都觉得。不过在这边我要再讲一些比较重要的，就是中文是一个很特别的语文，很多。